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谷刘浩明。讲起木瓜，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食过木瓜，因为木瓜在台湾的水果，但么地方算是一年四季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水果。其实阿明谷嘛贵好木瓜，我同时贵到的欣赏我讲木瓜对于我哋的消化来讲，我发嘛係個貴好嘅一個水果。啊，你今日有搶到嘅係我哋嘅正宗欣賞嚟到嚟現場，而係一啲用有機嘅農法去種木瓜嘅，一啲算是木瓜農。而今日來到我哋節目同你分享講，我用嚟托木瓜，同時我哋放養嘅啦，我哋養殖木瓜有乜嘅差別，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正宗欣賞嚟到現場，正宗欣賞好。好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庄正忠。反正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今日你帶到一啲木瓜啦，學我哋咧同埋我哋算是柑仔蜜嚇來到我哋現場。我想請問一下我哋正宗欣賞嚇，因為其實這個當初我愛去到我哋咧嘉義去推廣入去，冇講來種木瓜咯。哦，要講起3-4年前，我跟我太太喺台北市搬下來嘉義，因為我太太嘉義市人，我係高雄美濃客家人，喺台北歸來南埔2-3路可以去，視察的路方不是要停下來溫書視察嘅，搬下來嘉義過後，做為幾下行業，留面。到57歲過後，本醫院嚟服務滿15年，都係腳出來。我也仲人冇看人嘅面色，嗰時我連羅推金8個萬我都冇量到，我都兩手空空，都出來種作小動，種田。其實是，我想到貴做農事，喺以前即個土講，你睇對面農來嘛。以前有聽說過做農事嗎？有，我從細都有做過農事，但我爸爸媽媽種過多，所以為一般人冇種過東西，我相當有種到。譬如講種棉花、種辣椒嘅雜鬼嚟，像鬼草安尼防曬用。那個種鹽呢，種香蕉，所有嘅農田地方有種嘅東西，我可以用命過。但是當時我一條心講呢，這個種田應該我唔是啦。但是我冇用慣性嘅農法，慣性農法就係撒農藥，用化學品，用除草劑，讓3種東西係完全冇用。故所以開始種嘅時間，真讓地方跳哪痛。係因為嘢都我都想到講，你本人我哋講強迫退休以後，應該我先一啲結果馬上上樹嘅一啲事情。結果我都想講，你怎麼要選擇一啲有機農法？人家講最昂最難嘅一條路呢？係因為嗰時候從頭到人講，佢真係開始做以後，都發現到佢上到去，其實天地度到問題係乜嘢？我想到講木瓜可以摘長年啦，因為佢是木瓜佢是種下一大過後開花結果佢見摘到5年6年就可以啦。所以我都想先選木瓜，但是迄時間完全冇了解木瓜的特性，以及這個時代環境造成的那種各種的병蟲害，真是頭痛。一開始種6分人田，700-800條木瓜硬睇了，一粒差唔多8-9斤，一種紅灰木瓜，一種木瓜產量貴太，挨都佢就夾嘅，摘到一個高土嘅時間，摘係唔會少嘅，但是20歲嚟過後，天然20歲嚟過後，6-7月份20歲嚟過後，都開始。那炭疽病啊，那個地府病啊，全部上升了。上升了過後，鬼條數木瓜，結實累累。但是一粒粒開始都很難。迄時間還看到，真的是勁拗頭，木子都會跌下來。我第一次種田，行西都經種田嘅，100多的木瓜，多到一安太問題。我
所有的心血都可以讲都一下都变木瓜是弄去。而且其实是像安尼苗，安尼讲，讲炭疽病啊那东西吼，迄贵个木瓜田如果车到呢吼，唔係講唔係講咱你一兩條嘅木瓜能去剁啊落好，其實等看到嘅時節，其實其他條來唔差咧，一條條都見上身咧，一粒粒都見上身。故是哇，當時係佢難過。按青杜好，迄時也讀到伊咧嘉義農事所伊咧。什麼嘢？專門講番薯嘅地瓜番薯嘅博士羅淑芳，羅淑芳博士帶我去，張大哥，我帶你去社大自然農法班學好嗎？我說啊，有這個班啊？伊講有啊，我講好，然後他帶我去，因為俺的高會地位教育啦，都大家。嗰度教會弟兄姊妹哦，大家合作啊。按以前嚟講，我啲種田種木瓜，等我學嚟講好哇！你自然社大自然農法班都已經是空人冇台。佢睇下佢班地部有真係學到講用去解決問題嘅方法冇？有，冇真是我都已經唔敢再種木瓜，但是聽張老師、胡老師學到也都。用嚟對付병蟲會過後，我表現種木瓜、種所有水果、種所有嘅蔬菜。等於你講，像你睇算是啥其他學地方吼，真係都學到個嗰度可以去解決啊！人真係睇工作地方，實際上面會遇到一啲問題。咁所以一般來講啊，幫人譬如我哋種木瓜，我哋有時有嗰種皇室木瓜啦，吼放洋木瓜，我哋按樣去分辨講，而苗式咧還是嗰種放養嘅咯。哦，也愛分辨，也唔係講過困難啦。苗式的木瓜看起來吼，規粒嘅青撈掉，唔會表冇乜個瑕疵。但是冇用苗式種出來的露天大廈種出來的木瓜，也有難拔嘅，也有用上多，看起來表面看起來清楚，完全冇撈掉。你像我呢，上下生意嚟樣嘅啦，那度盤過，叫下路那度爽嘅咧。八字八難啦，不過木瓜哪怕你全部相同。佢將一般來講嘅話，因為像有擺，我哋常常賣木瓜，有啲人講咯，賣方來長嘅，嗬，後來過幾年又會熟個，有啲人好，都感覺到講，一破開來嗰呢。唔多甜樣嘅，嗰種我哋冇歐熟樣嘅，哪有呢情形咯？有，一種情形，睇地上都種木瓜瓜農為了搶生意，冇都盤上為了搶生意，拜託一個瓜農搶開，供應係譬如100斤、200斤、1000斤，下尾係竹唔係熟都摘下來過後鐵槍啲身方芒竹，故說也甜度也夾皮可以轉到溫嘅甜度轉溫唔到，故說一個木瓜食起來冇乜個甜，都鐵咗渣。所以一般來講嘅話，有時間嘅人咧強調嗬，摘下來以後，伊即個話會變熟嘛嗬。佢木瓜會冇？木瓜會，木瓜嘛會。係，但是東下條木瓜都唔到嘅。因為東下條天氣有冷嘅過後，一個木瓜哦，嗰唔到會黃。好，嗰度其實夏天因為可能溫度嘅關係，如果會變有可能會變熟啦嚇。有一啲問題啊，一直感覺到講，譬如講，中國有啲木瓜做乜破風嘅時候咧，會有些負面咯。有負面，有負面木瓜一天係缺水，欠水。欠水係咪？好，嗰問題係講，我欠水話會按太粒咯。太粒是以啲成長時間都太粒嘅，但是太粒如果都黃，一段時間缺水過後，一粒木瓜失去，雖然講太粒失去了負面會錯。都缺水。嗰種唔係農藥嘅問題啦，嗬。因為其實上個奇怪，看到嗰種農藥嘅話，應該係外面食得到，我喺地部講木瓜肉地部食到一些腐。咁一般嚟講嘅話，譬如我哋講種木瓜嘅一種採收期差唔多，差唔多一到應該都一種嘢啦。
木瓜真是也产期最强的都每年的雨水过后，一段时间的木瓜，尤其到过年前一段时间最合适。按过年过后，因为一般的天球木瓜，尤其苗式木瓜，尤其一般西部平原的木瓜，过没水和阴的时间，那时间木瓜都慢慢会有腐叶。俺木瓜，俺都选到的阿里山山脚下，都做起香，靠山的从年初到年尾，就像米农样的，每一块田可以饮得到水。没水是准够没水的时间，俺可以抢个地下水。不是俺木瓜唔会腐。可是等于你讲一般来讲嘅話，人哋講卡樹過後木瓜都個甜。嘿，好，可是在像人家正宗欣賞嘅一啲木瓜田嘅話，差唔多一太啊，幾多啊？因3分空。3分空。咁3分空嘅話，一年嘅產量差唔多幾多咯？我唔係全部種木瓜。我除了木瓜，還有臘八嘅，還有甘蔗，還有高麗菜、吊菜嘅、山椒嘅，還青多種各種蔬菜水果，樣反酸。冇唔錯。可是我哋談好了，你都發現到講哇，家中即間樓下可以種咁多無可水果，真係係一個幸福嘅事情。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來自我哋嘉義，但是而係闽南客人嘅莊正宗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講，我用嚟托一啲好食嘅木瓜。想請問一下嗬，因為其實頭個正宗先生有講到講，當初唔提擺度到嗰種真係炭疽病啊，嗰種病蟲害嘅時間，好彩嘅交費地方有啲姊妹團介紹講起我哋嘉義沙太去上我哋農業嘅一啲考察，咁幾時間？想請問一下你講，唔幾時間係咪你講田頓先生喺度學習用嗰種自然農法嘅方法，可以都真正都解決到後來喺種嗰度農作物嘅時間遇到問題啊？錯，一時間先生教我哋講啊，每一種植物喺種時間用亞磷酸跟氫氧化鉀有兩種東西。亞磷酸是強酸，氫氧化鉀是強鹼，強酸跟強鹼有兩種東西合到一下合到上，佢在水撞一下會爆炸。但是化工公司也都分合好嘅，何個人買過嚟都10多年前一時一行忙分好，亞磷酸是亞磷酸，氫氧化鉀是氫氧化鉀，我要去個佢首先用水乾啊先。標一種，另外再標添一種，咁佢喺地上水得慢慢下去，營養唔係講一下炸開。但是那時候產生的氣體還是嘩一陣腳起來。亞種東西混合起來過後，變成了酸鹼值挺好。那酸鹼值很好，都給它淋到眼愛種木瓜、愛種臘八的、愛種反酸的一抗衡。讓這個地方的壞菌不容易生存，因為球呢壞菌啊冇辦法生存下去啦，冇辦法生存下去，一條木瓜用嘅種下去，OK 都可以慢慢生長，但是唔係講100都可以，1禮拜100，2禮拜添100，第3禮拜添300，連續使用嘅時間都幹300，按你都可以保險，個唔會有乜嘅偏開，那個菌害，但是生長差唔多時間，相同會定期的來使用一個亞磷酸鉀，按你來保養一個所有嘅植物都可以好生長。哦，亞磷酸加氫氧化鉀，按你講好，伊還是偏鹼性啊，哈，係咪？因為亞磷化，但是
7.2到7.5。哦，你中性个中性的，可是也用来，比如讲啊，等讲先稀释我哋内地杯人类旅游的嗰种菌，嗰种比如炭疽菌嘛，嗰种细菌，对来个伊的防治来讲法都quite好用错嘅。系，错quite好用。哦，可是伊会改变到土质嘛？会，伊会改变土质，因为咱台湾土质。也按多10年了用惯性的农法嘛，化学品、农药、除草剂，可以讲每一块土地被变成了不平的，更严重啊。按亚种亚磷酸都会真是会改变土质度，改变了改重心。这是我们讲的铁算法啦，哈。咁等于如果我哋見解第安嘅技術咧，我哋都睇下開始中央嘅以前都開始第一排用，可是同到話講用第一排、第三排，但是問題其實用嘅其實大下呀，而唔會上到用嘅嚇。唔會，唔會上到用嘅。啊，你繼續練下以後，如果滲透土壤底部，土壤底部都壞菌咧，壞菌冇辦法生存。故所以一個自在可以順利生長。因為頭先咪有講到講，其實早期嘅時間真係根本一樣，因為有兩個反應一等台哦，睇我哋嘅實驗室嘅時間，如冇按照出家人做，好嗰時，但是你頭講點解已經有混合嘅係咪？係，都混合起來嘅，都自家都一包種鹽用嘅，啪，都直接。稀釋300匹到500匹嘅水，你抽水，抽水乾下嘅。哦，你看過嗰種嘛，其實嘛，嗰方便咧。是。係啊，嗰種從按你處理過後嘅用嘅嚟講嘅話，譬如講買嘅八德田嘛好，我哋咧木瓜田啦好，至少也會品種會少幾多。但是一太以後還是會讀到一些，譬如說蚜蟲啊，唔對嗰種內地話放落去嘛，佢點樣用去處理咯？對。後面每一個問題，我嘛喺農業嘅知識，遇到呢個問題啊，後尾品種可以出現的時間，以後有其他的東西，要其他東西，我哋欣賞真是挺有心。參觀的歐美國家嘅，啊冇到日本，也就沿用嘅某個有機嘅資材，可以對付某個東西嘅，而拿嚟研究，張先生親身拿過嚟研究過後。該分析每一種東西特性過後，佢講嘅假如有一個配方該改某個東西該改下去，變做一個配方，效果唔會輸一個行比一個效果更好。故所以，我哋張先生伊推出一個農造複方，跟那個硫磺乾性複方，真是也市場上按有機市場嘅農民嘅反應真好。今年中國態度我想該一波波地推廣出去。真是，因為我相信其實唔啲喺觀眾朋友聽到我發現到講，以前如果簡單啦，買個紙本你撒下去，買嘅唔是，這個唔是啲粉，買個以前買個東西都全部都是香香，怎麼還安全苦呢？每一個門都好，所有農藥不得好 ，OK， 天下太平。但是撒的時間，米是比俺舒服，比俺面好，無形中我的肝、愛肝都受影響。今年冇問題，半年冇問題，5年過後愛肝我是吃那個藥，慢慢的，一下農藥中毒都死。係啊，青島農亂。像你睇下俾啲課程裡邊，係咪談講話要外國嘅學生嚟啊？哦，唔係外國學生嘅。中國嘅幾類嘢，但係中國人、台灣人，因為我嘅學生係可能唔會講，唔到會講，談唔識個翻譯啦，佢哋我一個小時都講，啲澳洲，按個啲非洲。幾類嘅台灣人，談到嘅點樣都看到一個消息，佢哋就嚟報名，係都一個學生。咁種人哋裡面他講人講，有兩人種木瓜啦，有兩人種霹靂啦，嗬。咁唔係咪有一啲群組哦，老鵝啊群組，幾成樣啊？一個事情講起來啊，10個年前我種一道水果，種一道菜，種出嚟過後唔知點樣辦。種出個種個鬼鬧，一下成身一行兩下，一下按到
即个是两公婆是唔吃，啊是唔吃，啊都将啊条菜啊条木瓜送去问高飞的牧师啊牧者，啊个传统人啊冇对其他弟兄姊妹安尼啦。一开始反正送啦，啊送到了面，因为尤其的农法哎做真是鬼辛苦，真辛苦。一般关键的农法，我拿1奖钱接下去，我可以输1奖半的钱多着人。但是俺的吃人农法，俺1奖钱接下去完全看唔到，冇声音，怎办？你的一年过下去，怎办过下去？我太太5年前跟我讲，老公可以买几种股票，银子、戒指，差唔多呢。我怎办食法？我讲太太，唔是紧张，今年火龙果出来。好的，一年火龙果真是出山了，出山过后，就像一年的驾驶很好，今年的火龙果驾驶都变盘，都落下来。按好的等5年前都过冇见接钱下去，接都冇钱啊！总是按照东西，我太太讲，老公，我试看那间要到吹木瓜就拿去买嘛，我也是钱赚来的，我讲好啊。提拔对蓝潭水库的环潭道路，也可能伊的进水口从冷潭过来蓝潭的进水口，渗透有的空气，都个将火柴放个地是的，都可以是一时间卡秋天，冇乜个水果蔬菜，有的都天球里种的蔬菜叶，按个亚番呢，都也用两种东西。我都将关脑的蔬菜叶跟亚番的清酱，一卡摘好的、割好的都拍好的，都做去。结果天热，冇1点钟，全部卖抢，卖唔卖呢？都对蓝潭步道的践行运动的都问下。回来讲我太太买起来，我哈有样冇样啊？个黑啊！心都感觉到有希望啊，有希望。讲老公，今日下礼拜继续买，讲好啊，试看啦。6米卡秋天过后，瓜出来嘅，哪怕你也出来嘅，不是挨都停咗呢。火龙果出来，慢慢的，人客按多。6米，人客讲，庄先生调价，我敢买木瓜，敢买火龙果，每礼拜6时间，你用我敢买？会买冇？我讲我呀，那当然用唔敢买咯，都留天花，留个一撒天花留，然后留米，干脆成立的赖群组，都老啊，安心蔬果群组啊。可是等于你讲买到人家我问讲，到底是海里把我来买冇咯？因为其实真是有时间哈，跟着读到一啲风险哈，然后又同时品质又quite好的一啲点解，其实冇咁简单。有时间我就是我想到讲所以白天买嗰款东西quite好，我希望讲下一把，同时讲唔免我哋每一把有机会去南台去行路啊，怎么？佢当时有希望讲可以有一啲佢天时，同时我哋买一些联络嘅多方式，好，嗰时等于你讲对一啲私卖，好变成一啲固定卖以后，其实开始人家要迎合，慢慢有一啲群体可以去讲，我家火龙果开始卖，然后有人要加一，係啊，就按你來嘅。冇錯係啊。不過1禮拜買1擺，1擺都要退些香荇茶，買數量冇多啦，買前菜也冇多，到底都6、7千元嘛，1禮拜1擺，多少係啲，萬一是皮料錢貴啦。冇係啊。嗰時我看到一篇，我發現到講唔單止講唔係種菜嘛好，種水果嘛好，行銷一部分嘛係一個櫃台問題。休息下我哋喺我哋賣嗰度嗰件菜故事。
发扬过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我哋来自嘉义嘅张振中先生同你分享讲，伊喺啲嘉义嘅农业学校学到乜嘅内容。我想请问一下振中先生吼，因为其实我哋提讲，其实你喺做小农以前吼，咪有晚些时咪有做过农事嘛，吼，像头头有讲嘅，其实喺米农嘅时间，你嗰时都有种过几多几特别嘅东西，乜嘅辣椒啦、盐嘅啦、姜椒啦。啊，听讲以前嘅时间可以把一啲荷包嘅去蒸出一块田地出来啊！嗰時嘅人客家人講佢田，冇錯，都河床梯，但係像塞條，冇錯，連奶都冇，奶肉都冇呢，係啊，冇奶肉，係啊，米啲生意都拿一塞入嚟，都坐啲都佢哋入。嘛寒假暑假時，按平常邊學幾段時間都拿塞入嚟都佢哋入，太塞條。四條沙咁樣分開，話呢慢慢呢一沙一塊，那個多兩米貴秋田開出來。咁後來即家有買去做過捲人，佢弄會想到去做捲人。哦，講起有捲人係，哇，真是有精神啊！啊，記得細學西洋神時間越會轉，越我哋本來出個西雜誌精忠報給他。哦，我當時看的時間，因為我從細學3年都做班長，做到6年，又學校嘅司儀，又是棒球隊隊長，嗰時我對一種公益嘅事情啊，心度裡前台嘅一種用雜事公益，啊，看到因為冇啲出個西雜事，哦，心度裡講，哦，我們精忠報國，啊，等到細學西洋人都埋下嚟做捲人嘅種子。到初中2年生時間，我都走去訓導處跟訓導主任報名講讀士官學校。嗰時我想提講乜嘅士官學校，其他都可以同三軍嘅乜嘅其他學校係完全唔比。最想提講士官學校，因為嗰時間我哋隔壁鄰舍阿哥啥條有2、3去讀士官學校，嗰時我頭腦底尾都想到講我讀士官學校。我報名，但是讀士官學校3年生，高中3年、初中3年生，能報名報得，能去報考得。嗰時嘅訓導主任講足罵10分鐘，哦，罵滿面樣嘅好難。我哋當時湖南人羅祥文，佢看到我哦，張振中本嘅主任罵人凄慘，上個中山小學，中山小學嗰個主任滾。就往外滾，係離開個喺線上喺拖時啊，第後會走過來撲喺鏡頭，張振中冇相關，冇難過，時間佢急，明年又可以再報名。謝謝老師。下年呢，從3年時我都走去報名，我都讀鳳山嘅天士官學校，士官學校出嚟過後做咗4班長嘅，4班長嘅嗰時間還有。軍中嘅軍隊有人著名首歌啊，都國語時間，聽到屏東過到台北啊，嗰時間我喺台北，我喺桃園郝柏村，行政院長以書調查做嘅4班長。哦，嗰時間阿邊個講，4班長我呢個比賽國語號碼講，我講我哋以前那些人嚟到對數，伊講哦，唔好安尼講。我呢比佢啦，我講真係比啊！佢講呀，比佢啦！我講好嘅，拿我2年都開始下田球過後，我都頭嚟嘅福建火爐，好，一下子割出咁多是公差，我點下就看得到阿邊個還冇公差，因全部已經點下就看我，但係好。沒那個電視，你要塑膠夾。我說您不是要比賽嗎？嗰時奇妙，6米士官學校嘅成績保送軍官學校，陸軍總部同意我都相信你們啞巴講咧，唔免到好都去咩，反正莫行黑快路都錯嘅啦。我講好，我咪唔實施，啞巴都冇將一段事情跟我咪講。因為當時我喺讀士官學校時間，我咪跟我媽喺兩個
俺个两个老妹两个人，然后来卡落来，木做点木做叫法，鸟唔帮来做，阿爸看阿爸变咗咧迟钝，安尼，นัก安尼，那种阿爸可能支持我行一条路，講媽唔好幫啊，講阿邊差條講來唔出咧，我都撇佢阿媽跟阿妹個兩個老妹說，我都叫他啥撇出去，都會托死個農教，托死個農教個阿妹單人面一件叫，見變木子茶飯冇去食啊，阿叔看到阿妹安吹歌，跟阿妹講，他說唔好難過。我下禮拜去鳳山跟阿總帶過來，天拜來時高富良嘅總教，廣東梅縣客家人，陪到阿叔嗰兩個對方前來，我睇說你做乜喏？阿總那麼米條卡嘅木子，我真是看到個吹歌，人家並冇做嘅，聽係佢哋，我講睇說，我講入一邊係做天嘅。冇可能變去，係講以後唔好再來，係一天做一個邊做下。人嗰隻阿爸都冇將阿妹反對係做邊咧，冇將一段時間跟阿妹講。你唔係報信卷講好舊時嘅，天白變個鬼，阿妹可能做個什麼冇想到。你那個電視做個什麼冇想到？做乜嘅？係講唔啊，我一問讀卷講好舊。多多人，我西人，富多人，我最少10人，哪有媽都個推過來？係個媽，我希天嘅，我是都是人馬上推，表現唔好傾。都係我嗰時我是六個人講，學生嘅時間我都相當講，軍人都做到推人都可以。嗰時冇一時我也唔掂乜個將軍，乜個都。完全都唔掂，嗰啲我都數天嘅目標講，服務時間多，我馬上佢波推我。啱一時我推時間，哎呦，真是千多學天，嗰道天上就打個叫，學天講學長，按好嘅卷幹，按都俾人逼推嘅，係講你冇男生講法，係講冇人逼係啊，係講。我答應當人答應啱咪講時間都係推嘅，冇人逼我，你冇男生講法。你講不管樣講，亞種人好離開軍中，這是軍中嘅損失。我講唔係你講，我講那邊人離開，先離開我先，我咁樣叫我。我唔，就係你推下來，推下來過後做個2-3擺太師，暫時看唔到。伊咧報響，嗰時我推下來過後，嚟啊，特別是長壽高中，丁珠路長壽高中，啲做先生，作為西人，個劉明啊太太講，辦下啲家業好嘛，講好啊，都將特別啲屋嘅賣啊，個家業屋嘅賣2片同時過戶，個表暑假天熱都跟高中辭職，高中跟阿媽滿年都快有難，唔幫佢做。用我可以，不過就係講高中冇做唔定咧。講用過，係講個特別屋嘅買嚟，家業屋嘅買係講係啲特別冇啲往過去，係講嗰隻一啲客嘢。講囉嗦，反正為咗佢留住你，隨時間係歸來，係講唔可以歸來，少囉嗦。高中看到我不掂啊，都人辦下來過後，係啲嚟做保險，一時係我最18萬流。裡面也有，但是哇，我太太見反對講我行一條路，我唔係行，我都離開，保險冇行，嘅接呢都我看啲報紙講我一年可以2-3千元，我講按好行一條路，我嚟講啦，忙啲做完啲天通玩具打台，我師傅比我個後生，文化太好變入嚟。伊是邊路500拍攝嘅茶嘅，全家人是地台，我心都想把種後生人啊，賺錢賺得很多，是500個邊路全家人是這樣一台嘅，係講
一個天東環境安好穿下，哦，我都講唔啲生死，我都你去個好好，我個實硬，啊呀，병到最遠嘅雲林嘅崙背，最南部嘅高雄嘅甲線，南充43隻台嘅，一般嘅斯賓魯斯嘅 BMW 後生嘅西來西摩嘅，哇，6、7隻台嘅，我43隻。照你講，我43隻應該穿得好前800蚊，但是一針錢冇穿到，將我台北下來嘅能用錢全部食入去。嗰時其實人生對於我哋嘅鄭重先生來講嘅話，真係我能講幾多故事啦嚇。但是你看人家伊對我哋農業地位前到一條，伊可以幾安心、幾放心嘛，可以去妥妥當當行下去嘅路。今日咁請我哋鄭重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希望主持人好明，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大家休息一下喎，都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